Hello，我係 Victor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下父母對小朋友成長嘅重要性，同埋我哋嘅行為同埋育兒方式對小朋友嘅發展又有啲乜嘢影響呢？父母係小朋友最重要嘅榜樣，無論喺情緒啦、行為啦，定係解決問題嘅方式，小朋友往往都會望住父母點做，跟住嚟學習嘅。所以父母嘅反應啦、表達啦、處理事情嘅方式咧，其實都會潛移默化咁樣咧，影響緊小朋友嘅成長噶。當家長能夠保持冷靜同埋正向嘅態度，小朋友就會有機會學習到點樣去處理自己嘅情緒同埋困難啦。另外，父母同小朋友嘅互動係建立安全感嘅基礎。如果父母能夠提供穩定同埋關愛嘅環境，小朋友就更有自信去面對外界嘅挑戰啦。呢個安全感唔單止講緊係物質上嘅照顧，情感上嘅支持同埋理解係更加重要噶。每次同小朋友溝通嘅時候，如果佢哋感覺到被重視，呢個感覺將會大大提升到佢哋嘅自信心同埋幸福感嘅。當家長利用正面鼓勵嘅方式去教導小朋友，小朋友就會培養到更加積極嘅價值觀，從而提升佢哋嘅抗逆能力。相反地，如果父母過分地批評或者經常忽略小朋友嘅需要，咁樣將會嚴重影響佢哋嘅自信心嘅。總括嚟講，父母嘅行為同態度會對小朋友嘅成長起到一個決定性嘅作用。通過提供正面嘅榜樣、關愛同埋支持，你將會幫助到你嘅小朋友成為一個更加快樂嘅人。希望呢段影片俾到少少啟發大家。如果你哋有啲咩想知或者有咩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下次再見。